寬容藝都雞懂比英烈大冒險，高機同前路帶住美味嚟探險，由農場去到你嘅早餐碟，一趟蛋白質之旅，等唔切甩飛。望下朝陽下快樂嘅母雞，聖誕俾大家真係好開心。我哋輕輕收集，小心捧住，送去公站乾淨又閃亮。噴洗消毒細菌入嚟，健康雞蛋喺輸送帶上行。雞蛋道奄列大冒險，快啲嚟睇，蛋白質力量你同我一齊。夜晚長到工作安全又光亮，每一啖雞蛋都帶來健康。機器仔細檢查每隻蛋，按大小分類，最好嘅同你分享，放入紙盒，標籤閃閃亮，滿滿蛋白質包裝啱啱好多個，由輸送帶到木箱，準備出發，上咗貨車揮手講拜拜。雞蛋道奄列大冒險，一齊嚟！健康雞蛋令身體更強壯，分級包裝準備好出發，蛋白質力量人人都知道。雞蛋送到我哋屋企門口，前路打開盒等滿次電視。打蛋攪拌落鑊，滋滋聲奄列魔法，正如我哋計劃。一家人齊齊早餐好開心，每一啖都充滿蛋白質。雞蛋道奄列大冒險真好味，萬歲！蛋白質力量開啟我哋一日。由農場到餐桌，煮得啱啱好，雞蛋令早晨更光亮。高儀同前路示範俾你睇，健康飲食每日都好玩。每一餐都有關心同愛，蛋白質力量真係感受到。雞蛋道奄列大冒險，完結啦！多謝加入高醫同前路嘅歡樂時光。記得每日補充蛋白質，由農場到餐桌。萬歲，萬歲。